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3月初7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17节到22节，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17节，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第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恩典的记号。大灾节期的斋戒日是基督宗教纪念耶稣基督开始传福音、受试探进前一个禁节。对基督徒来讲，这是上帝恩典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予咱的禁节，也好那亲像成做一个节季节的这个记号。但是千万要记得禁节毋通成做一种形式的文化传统礼仪，因为耶稣捌批评过一个法利赛人为着追求禁节，无顾这个真实的精神。因此，耶稣基督用新酒袂当装伫旧的皮囊来形容旧的文化传统，甲上帝这个信仰袂合。因为恩典的新郎耶稣基督来人就无应该禁节，应该就爱欢喜快乐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并且领受着呼召。来成做福音的使者。斋戒月的重点其实毋是禁节，是要纪念耶稣基督降世为着世间人的罪，受钉死伫十字架的救恩。斋戒月恩典的记号，除了禁节以外，就是赢过试探的记号，阁有迄个洗骹。是呼召的记号，另外也有圣礼典最后晚餐，称做分享纪念主恩自我反省的记号。克西马尼称做顺服基督的记号，十字架就称做受苦、流血、牺牲以及救恩的记号。上帝用大水来毁灭当时时的世界，但是伫后来，上帝用轻成做这个恩典的记号。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17节，记载着当时时上帝甲挪亚以及伊的囝所讲的话。上帝甲挪亚甲伊的囝讲。我甲恁的后代立约，嘛甲遐个甲恁做伙对大船出来的画面，包括飞鸟、精兽、野兽立约。我甲恁立约，所有肉体的生物，袂阁互大水消灭。嘛袂阁有大水毁灭全地。上帝佮讲，我要甲恁以及所有甲恁做伙的生物立永远的约。我要互鲸出现伫云里，做立约的记号。我互云压地。鲸出现伫云的时，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的约，袂阁互水泛滥毁灭所有的生物。我看到鲸伫云里出现，就纪念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永远的约。上帝对挪亚讲，这就是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立约的记号。
上帝非常明白讲到迄个坑，就是上帝要甲拿阿以及因全家立约的记号。无搁再有去即个大水来灭绝大地，要做永远稳定的记号。上帝想说，互无同款时代的人，无同款的对象，伊所想说的记号拢无同款。咱之前也讲过离出埃及记的代志，上帝互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记号嘛有济济吼，包括着10个灾难，或者是咱讲10个保守的恩典，有红海，有玛纳，有烟吞，有云条，有火条，有征战，也有西奈山。上落尾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享受永远的拯救的恩典，并且享受记号给世间人。可能亲像约翰福音所讲的，凡属相信的人，未得到灭无，颠倒会得到永生。保罗甲以弗所教会基督徒，互因的批内底安尼讲着。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第6节，标题讲通过基督得到属灵的福气，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，因为伊有将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，通过咱甲基督结连，享受互咱。创世以前，上帝已经通过基督竞选咱。互咱伫伊面前成做圣洁无缺点的人，因为上帝听咱，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，互咱做伊的囝儿归伊。这是伊所欢喜的，是伊的旨意。咱着上赞上帝荣耀的恩典，因为伊有将伊所疼的囝无条件赐予咱。上帝将独生囝白白赏赐予世间人，是不是的救恩就成做救赎的记号？但是事实上，耶稣基督家己正是恩典的记号。无论伊是伫禁者，或者是接受试探，是伫咧传福音、医治人、赦罪、结什么样的祈祷。受掠、被起诉、互人鞭挞，甚至受电、埋葬、割腕，这拢是伊恩典的记号。但是，伊本身则是恩典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、17节到22节。上赞上帝至圣，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着手中所救赎的人，对各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组织的人，拢着安尼讲。戆人因为因家己的过失，佮因为因的罪恶受苦楚，因厌恶逐款的食物，已经挖进死亡的门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该求因脱离患难。伊出命令伊好因，救因脱离死亡。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对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，愿因献感谢的祭，用欢喜的诗歌讲起伊的所做。愿主赏赐愿救恩，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，通过恩典的记号，互阮会通领受救恩，记得上帝永远的恩典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
阿免。